如果你仲未留意到最近財政預算案嘅最新消息，或者仲係聽得一頭霧水，唔知2026年度嘅福利金到底加咗幾多，又或者最關心嗰份雙糧到底有冇着落，咁你今日就真係聽啱啦。我哋唔講廢話，直接入正題，睇下2026呢一年庫房到底會點樣分呢堂。講起呢個福利金，大家最關心嘅肯定係個錢字。根據最新公布嘅數據，隨住通脹掛鈎嘅調整機制，2026年度嘅各項社會保障福利金，包括大家成日講嘅綜援、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即係所謂嘅生果金，仲有傷殘津貼，全部都會按例作出上調。你可能會問，到底加嗰少少夠唔夠應付而家2蚊一顆菜、3蚊一個橙嘅物價？根據政府嘅機制，呢次嘅調升幅度係參考咗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嘅變動。雖然最終個百分比未必話好驚人，但係對於好多依靠呢份津貼過生活嘅老友記嚟講，一分一毫都係血汗錢。我哋先嚟睇睇最受關注嘅新長者生活津貼。自從前幾年政府將高額同普通長津合併之後，而家大家拎開嘅都係4000幾蚊嗰隻。咁喺2026年度，呢個金額預計會上調到接近4300至4400蚊港幣左右。具體加幾多錢呢？大概係加咗100幾十蚊。你可能會覺得100幾十蚊去飲長茶都冇咗啦，但係你要諗下，呢個係每個月喎，一年落嚟都多咗千幾2000蚊。對於一個65歲以上符合資產入息限額嘅老友記嚟講，呢份錢係用嚟交水電煤、買下餸、飲下早茶嘅重要來源。講到呢度，大家最想知嘅肯定係呢筆新嘅福利金到底幾時先至過戶，幾時先至可以喺部提款機見到啲錢。按反過往嘅慣例，財政預算案喺2月尾公布之後，立法會要進行審議，通常要到4月份左右先至會正式通過撥款。所以2026年度嘅調高咗嘅金額，預計最快會喺2026年度嘅4月尾或者5月初正式入戶。不過大家記住，政府通常會追溯返由2月1號開始計起嘅差額，即係話如果你4月先至收到新錢，佢會一次過補返2月同3月加咗嗰部分俾你。所以到時你見到銀行存摺多咗一截，唔好以為政府俾多咗，嗰啲係你應得嘅保底錢。而家我哋要講一個最爭議性，亦都係大家討論得最熱烈嘅話題，就係雙糧。大家記得以前經濟好嗰陣，政府大手筆，每年都話派雙糧，甚至派3糧，即係額外發放多1個月甚至2個月嘅津貼。但係呢幾年庫房嘅壓力大家都有目共睹，財政赤字呢個詞語喺新聞成日出現。不過2026呢一年似乎有一線曙光。點解咁講？因為根據最新嘅財政狀況，庫房嘅收入喺過去1年有明顯嘅增幅。呢度嘅增幅主要來自於旅遊業嘅全面復甦，仲有印花稅同埋地價收入嘅回升。既然庫房收多咗錢，社會上就有好強烈嘅聲音，財政司司長應唔應該還富於民，再派返一次雙糧？我身邊好多老友記都話，而家乜嘢都貴，交租又貴，睇醫生又貴。雖然政府話有醫療券，但係有時感冒發燒去睇個私家醫生，1、2次就用晒啲錢。如果財政預算案肯喺2026年度派返一次雙糧，對於好多基層長者嚟講，真係一場及時雨。呢1個月嘅額外津貼可以用嚟買返啲營養品，或者換咗嗰部壞地嘅電器，甚至係農曆新年嗰陣可以封多封利是俾孫仔。所以應唔應該派雙糧？從社會穩定同埋基層生活質素嘅角度嚟講，絕對係應該。不過我哋亦都要理性啲睇。政府內部亦都有聲音話，雖然庫房收入增加，但係香港面對人口老化，長遠嘅醫療同福利開支係一個天文數字。到咗2026呢一年，65歲以上嘅人口比例已經非常之高。如果年年都派雙糧，財政負擔會好重。所以目前嘅消息係，政府傾向於精準扶貧，即係話未必係每個人都有雙糧。但係可能會針對一啲特別困難嘅家庭，或者領取全額綜援嘅老友記，俾多一啲額外嘅支援。咁講返轉頭，
如果你係一個普通領取長津嘅老友記，你應該點樣部署呢？首先，你要確保自己嘅資料喺社會福利署係最新嘅。有啲老友記搬咗屋或者轉咗銀行戶口，如果無去更新，分分鐘筆錢過唔到戶就麻煩。同埋，2026年度嘅審查機制依然存在。如果你嘅資產突然多咗，例如收到一筆大額嘅保險賠償或者賣咗物業，記得要主動申報，唔好等社署查到先至嚟解釋，到時可能會被追回日領嘅津貼，咁就得不償失。講到呢度，我想帶出一個更深層次嘅問題，大家成日睇住嗰幾百蚊嘅升幅，其實反映咗香港整體生活成本嘅高昂。喺2026呢一年，通脹雖然話係溫和，但係對於無收入嘅長者嚟講，每一分錢嘅購買力縮水，都係一種壓力。政府除咗喺福利金加碼之外，其實更應該諗下點樣喺物價管控同埋長者優惠度落功夫。例如，2蚊搭車優惠會唔會繼續維持？醫療券嘅金額會唔會再加碼？呢啲對於老友記嚟講，其實同直接加福利金一樣咁重要。再嚟講下生果金，即係高齡津貼。對於嗰啲已經到咗70歲，唔想受資產審查嘅老友記，生果金係一份尊嚴，亦都係政府對長者嘅一份心意。喺2026年度，生果金亦都會隨住通脹調升。雖然金額無獎津咁高，大概係1600至1700蚊左右，但係呢份錢勝在攞得心安理得，唔使擔心過咗資產限額。有老友記同我講，佢攞呢份生果金，每個月攞去買下報紙，同老友記飲下茶，其實已經好滿足。大家亦都唔好忽略咗傷殘津貼，呢部分通常係被社會忽略嘅一群，但係佢哋嘅醫療同照顧開支其實最大。喺2026年度嘅預算案入面，傷殘津貼嘅升幅預計會同綜援掛鈎。如果你屋企有需要照顧嘅成員，記得留意反撥款通過嘅日期，因為呢啲錢真係每一分都係救命錢。對於庫房收入增加呢一點，我個人覺得財政司司長喺2026呢一年係有空間去做得更好。既然經濟環境改善咗，點解唔可以喺一次性補貼度大方啲？除咗福利金雙糧，大家仲好關心電費補貼。2026年度，隨住能源價格波動，電費雖然話有調整，但係對基層嚟講依然係負擔。如果政府可以喺派雙糧嘅同時加碼電費補貼，咁樣老友記喺夏天開冷氣都唔使咁赤。我喺度做個小結，2026年度嘅福利金加就一定會加，幅度大概係3%至4%左右。新長者生活津貼大約會喺4月過戶，大家到時留意銀行戶口。至於雙糧，目前係5-5波，要睇最後預算案辯論嘅結果。但無論如何，我哋作為市民，一定要清楚自己嘅權益。呢篇稿我寫得咁長，係想大家明白，福利唔係施捨，而係社會分配嘅一部分。香港嘅繁榮係由而家呢班老友記後生嗰陣打拼返嚟嘅。到咗2026呢個年代，社會有錢咗，照顧返老人家係天經地義。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啲資訊對你有幫助，或者你身邊有老友記仲未清楚2026福利金嘅安排，記得將呢啲資訊話俾佢哋聽。我想問下大家，你覺得如果2026年度庫房真係有盈餘，你最希望政府將呢錢用喺邊度？係派雙糧，定係增加醫療服務嘅撥款，減少排隊睇專科嘅時間？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同我交流，我想聽下大家嘅真心話。既然講到呢度，不如我再同大家深入分析下2026年度香港經濟嘅大環境。點解庫房收入會增加？其實呢個係一個連鎖反應。當旅遊業暢旺，零售業就會好。商鋪租金雖然對租客係壓力，但對於庫房嚟講，地稅同差餉就收得穩。加上2026年度幾個大型嘅基建工程進入收成期，相關嘅經濟活動亦都帶動咗稅收。不過，我哋亦都要居安思危。雖然2026呢一刻睇落好似幾好，但係全球經濟不確定性依然大。老友記最緊要係儲定個錢，唔好完全依賴政府嗰幾千蚊。長津同生果金係底線，但我哋嘅生活質素仲要靠自己嘅規劃。另外，大家記住留意，2026年度亦都可能會有新嘅數碼化措施。
政府而家推行緊電子支付，遲啲發放福利金會唔會要求大家用某啲特定嘅 app 或者電子錢包？雖然對於好多老友記嚟講，攞住本存摺去銀行排隊最踏實，但係時代變緊，我哋都要學下新嘢，費事到時因為唔識用手機而攞唔到筆錢，咁就真係冤枉。最後，我想再叮囑一次，2026年度嘅福利金調整係自動嘅，如果你已經攞緊，係唔需要重新申請。但係如果你喺2026呢一年啱啱好到咗65歲或者70歲，記得一定要準時去遞表。65歲可以申請長津，70歲就可以轉生果金。唔好遲，因為政府唔會補返你未申請嗰段時間嘅錢俾你。好啦，今日就同大家傾到呢度。關於2026年度福利金嘅最新變動，我會一直幫大家盯住。只要政府一公布正式嘅過戶日期或者雙糧嘅確認消息，我第一時間會通知大家。各位街坊，大家最心心念念嗰份2026年度財政預算案終於正式出爐啦！今年份預算案真係唔講得笑，大家最關心嘅派糖措施真係有驚喜喎。如果你係正喺度諗住今年會唔會縮水，或者你係幫緊屋企老人家睇緊有咩福利攞，今日呢條片你一定要由頭睇到落尾，因為我幫你整理咗個超級懶人包，入面唔單止有大家最想要嘅長生津雙糧消息，仲有2項係喺預算案入面首度曝光嘅全新醫療福利，仲有醫療券加碼同埋退稅上限提高到過萬蚊嘅細節。我知大家最想聽嘅一定係錢，咁我哋就直入主題，先講下2026年度嘅社會保障金額。財政司司長啱啱宣布咗，會延續過去幾年嘅做法，向領取社會保障津貼嘅人士發放多1個月嘅額外津貼，即係我哋俗稱嘅雙糧。呢個範圍好廣㗎，包括咗長者生活津貼，即係長生津啦，仲有高齡津貼，即係大家叫開嘅生果金。另外傷殘津貼同埋綜援全部都有份。我哋具體啲睇下數字，如果你係領取緊長者生活津貼嘅老友記，而家每個月係攞緊4000幾蚊，咁喺2026年度，你除咗每個月準時收到嗰份津貼之外，仲會額外收到一份同等金額嘅補貼。換句話說，嗰個月你戶口會突然多咗成8000幾蚊入賬。大家最關心幾時派？根據往年經驗，通常喺預算案通過之後嘅1至2個月內，社會福利署就會自動將錢入落你個出糧戶口。如果一切順利，預計喺2026年嘅年中，即係大約5月至6月左右，大家就可以收大支票啦。呢度要提醒大家，呢啲額外津貼係唔使申請嘅，社署會根據現有記錄自動轉賬，所以大家唔好隨便信啲不明來歷嘅短信，話要幫你申請，小心騙案啊！講完雙糧，我哋要講下2026年度最爆嘅新重點，就係2項全新曝光嘅醫療福利。呢2項福利真係針對晒而家香港社會嘅痛點。第一項就係政府決定針對60歲或以上嘅長者，推出一個叫基層醫療牙科專項資助。大家知啦，喺香港睇牙醫真係好貴，排公立牙科又要排到天荒地老。呢個新計劃係點運作呢？政府會撥款俾一啲同基層醫療合作嘅私營牙科診所，符合資格嘅老友記，每年可以獲得1次免費嘅全面牙科檢查，仲包括埋簡單嘅補牙或者洗牙資助。以前醫療券雖然可以用嚟睇牙，但好多老友記都話醫療券要留返嚟睇病，唔捨得用。而家呢個係專款專用，變相係幫大家慳咗一筆大數。第2項全新福利就係針對慢病管理嘅藥費封頂計劃。以前好多患有高血壓或者糖尿病嘅街坊，雖然可以去地區康健中心做篩查，但長期食藥嘅負擔都幾重。喺2026年新政策下，如果你係透過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去睇症，政府會進一步增加藥費補貼，特別係一啲新一代嘅控制三高藥物，以前可能要自費1-2成，而家政府會承擔更多，目的就係想大家喺社區就可以搞掂慢性病，唔使下下湧去醫院急症室。講到醫療，點可以唔提醫療券？2026年度嘅醫療券亦都有新玩法，原本2000蚊嘅醫療券，而家政府會喺特定條件下，額外再加多500蚊，即係總共可以攞到2500蚊。
但呢500蚊點先攞到呢？呢個係一個配對機制，只要你喺2026年內喺地區康健中心或者私家醫生嗰度完成咗指定嘅健康評估或者預防性醫療服務，例如係打流感針或者做咗大腸癌篩查，嗰500蚊就會自動存入你個醫健通戶口。呢個做法明顯係想鼓勵大家預防勝於治療。大家可能會問，如果我今年64歲，未夠65歲，咁攞唔攞到醫療券？2026年度預算案亦都有提到會檢討年齡門檻，雖然目前大隊仲係維持喺65歲，但剛才講嗰個牙科資助就有機會下調到60歲，呢點大家要密切留意政府公布嘅細節。好啦，講完長者同醫療，我哋嚟睇下打工仔同中產最關心嘅稅務問題。2026年度嘅退稅額真係相當之大手筆，政府宣布2025至2026課稅年度嘅薪俸稅同個人入息課稅會獲得100%嘅減免，上限提高到1萬幾蚊，具體數字係12000蚊。對好多月入2-3萬嘅打工仔嚟講，呢個上限基本上係可以令你零交稅。我幫大家計下數，如果你係單身人士，攞緊基本免稅額，加埋強制性公積金，即係強積金嘅供款扣稅，如果你年薪係30萬左右，原本你要交成幾千蚊稅，而家退稅上限12000蚊，你基本上係1毫子都唔使交。如果你係結咗婚，仲有仔女或者供養父母嘅免稅額，咁你慳到嘅錢就更加多。呢12000蚊雖然唔係直接派現金俾你，但慳咗就係賺咗。2026年嘅生活負擔總算可以減輕少少。除咗退稅，今年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嘢，就係針對租樓一族嘅支持。大家知香港租金貴，預算案提到會優化住宅租金稅項扣除。喺2026年，如果你係租客，你每年度嘅租金扣稅上限會由原本嘅10萬蚊，考慮上調到12萬蚊。呢個對於喺出面租樓住嘅年輕家庭嚟講，係一個好實際嘅支持。講到呢度，可能你會問，2026年係咪仲有消費券派？根據財政司司長嘅口風，由於庫房壓力同埋社會已經全面復常，2026年暫時未見到有全民派5000蚊或者1萬蚊消費券嘅計劃，取而代之嘅就係我頭先講嗰啲針對性嘅福利，例如係長生津雙糧、醫療券加碼同埋減稅。雖然冇咗幾千蚊落袋，但醫療同稅務上嘅減免，其實加加埋埋都唔止幾千蚊。我想再深挖一下關於長者生活津貼、長生津嘅一啲細節，因為呢部分影響最多人。好多老友記問，2026年嘅資產限額有冇調整？你要知，長生津係有入息同資產審查㗎。喺2026年度，單身人士嘅資產限額大約係39萬幾，而夫婦就係60萬左右。如果你嘅資產啱啱好過咗少少，你可以考慮下點樣合法咁去處理呢啲資產，例如係將一部分錢用嚟翻新下屋企，或者買一啲合資格嘅年金產品。另外，2026年政府會加強地區康健中心嘅功能。以前大家覺得康健中心只係量下血壓、玩下遊戲，但2026年開始，呢度會變成醫療福利嘅派發點。例如我頭先講額外500蚊醫療券，或者牙科資助嘅轉介，好多時都要經由康健中心去啟動。所以如果你屋企附近有地區康健中心，記得叫老人家去登記咗做會員先，呢個係攞福利嘅第一步。我再幫大家整合一下，2026年度如果你係一個65歲以上正領取長生津嘅老人家，你總共可以攞到啲乜？第一係多一個月嘅津貼，大約4000幾蚊。第二係原本2000蚊加額外500蚊嘅醫療券，總共2500蚊。第三係免費嘅牙科檢查同資助。第四係公共交通2蚊優惠繼續維持。呢度加加埋埋，其實政府喺每位老人家身上投入嘅資源都唔少。至於年輕打工仔，你嘅福利主要反映喺稅務同租金扣稅。如果你2026年打算結婚或者生小朋友，記得留意預算案入面亦都有提到會增加幼兒託管津貼。對於雙薪家庭嚟講，以前揾人湊仔好難，而家政府會撥款增加社區保姆嘅名額，仲會提高佢哋嘅津貼額，變相令到託管服務嘅收費可以平啲，質素又好啲。
仲有一點好重要，2026年度嘅預算案入面，亦都關注到電費補貼。雖然大環境話要環保，但政府都明白能源價格貴，所以預算案決定繼續提供為期12個月嘅電費資助，每個月注入100幾蚊落你個電力戶口。雖然唔多，但起碼可以抵消一部分加幅。我哋講返轉頭，點解2026年嘅福利會集中喺醫療同稅務？其實係因為香港社會步入高齡化，政府發現單純派錢唔係長遠辦法，幫大家買保險，搞好基層醫療，反而可以幫大家省更多錢。例如嗰兩項全新曝光嘅醫療福利，牙科資助同慢病管理，其實係想大家老咗之後，唔使因為啲小病小痛而花晒啲積蓄去睇私家。如果你係屬於夾心階層，即係攞唔到長生津，又要交稅，又要供樓嗰班，2026年度對你最好嘅消息就係退稅上限提高，12000蚊嘅稅務寬減，對於一個月薪3、4萬嘅專業人士嚟講，係好直接嘅回饋。另外，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記得要幫佢哋登記醫健通。2026年好多醫療福利都會同醫健通掛鈎，如果你唔識整，可以帶老人家去郵局或者康健中心，嗰度有職員會幫你。講到呢度，大家一定要留意個時間表。2026年2月尾公布預算案，3月至4月係立法會審議期，5月左右通常就會通過撥款。一通過撥款，嗰個長生津雙糧、綜援額外津貼就會喺5月尾或者6月入賬。至於退稅，就係你喺2026年年中報稅嘅時候，直接喺稅單度扣減。你收到稅單嗰陣，就會見到應繳稅款變咗0，或者少咗一大截。仲有啊，如果你係做生意嘅，2026年度都有啲小恩小惠。雖然冇咗大額嘅保就業，但係政府會寬免2026至2027年度首2季嘅差餉。雖然每個物業有上限，可能只係1000幾百蚊，但對於開鋪頭或者小型辦公室嘅老闆嚟講，都算係減輕咗少少營運成本。總括嚟講，2026年度呢份財政預算案福利超級懶人包，雖然冇咗消費券呢種全民派錢嘅快感，但喺細節位做得幾足。長生津雙糧幫到基層，醫療券加碼同牙科資助幫到長者，12000蚊退稅上限幫到中產。呢份預算案可以話係一份穩陣型嘅卷宗。大家聽完之後，如果覺得邊一部分仲係唔清楚，例如係點樣計資產限額，或者係邊間診所有得用嗰份新嘅牙科資助，記得一定要去翻查政府嘅官方網頁，或者留意我之後嘅更新。福利呢啲嘢真係手快有手慢無，搞清楚細節先可以攞到盡。咁多位街坊，希望今日呢份懶人包幫到你啦。記住啊，2026年係一個關注健康同埋稅務優化嘅一年。睇完之後，除咗自己知，記得都要轉發俾屋企嘅老人家同埋身邊嘅朋友，等大家都知道自己有咩權益。特別係嗰2項全新曝光嘅醫療福利，好多老人家未必會睇新聞，我哋作為後輩，幫佢哋留意多啲，就係最好嘅孝順啦。嗱，最後再溫馨提示多次，2026年嘅退稅係12000蚊上限，醫療券係2000加500，長生津雙糧大約5至6月派。大家袋住呢幾個重點，就唔會錯過任何好處啦。大家如果想我幫你深入計下某一個福利點樣申請，或者想知更多關於2026年香港生活嘅資訊，可以隨時同我講，我會繼續幫大家及實庫房，一有新消息即刻話俾大家聽。下次再同大家傾過，拜拜。大家仲記唔記得我之前同大家講過，2026年度嘅財政預算案好大機會有驚喜，今次真係俾我講中咗。如果你呢2日有留意新聞，或者有去銀行打博，可能已經隱隱約約感覺到啲嘢。冇錯，政府啱啱公布咗新一份預算案，大家最關心嗰個派糖措施，特別係長者福利同埋嗰份雙糧，終於有晒具體方案同埋過數時間表。今日我會同大家逐一拆解，究竟2026年福利金加幾多？你份長者生活津貼係咪真係有多1個月糧？同埋最緊要嘅，呢筆錢預計會喺邊個月份入到你戶口？我哋先講講個大環境。
點解今年政府會咁大方？大家都要知，前2年香港庫房成日話赤字，話要減開支，搞到好多老友記都擔心生果金或者長生津會唔會縮水。但係2026年初嘅數據顯示，我哋個庫房收入竟然扭虧為盈。原本財政司預計會有幾百億赤字，點知股市交投暢旺，加上政府喺2026年2月底開始，針對嗰啲超過1億港元嘅超級豪宅，將印花稅提高到 6.5%， 開拓咗新嘅水源。結果2025至2026財政年度，我哋竟然錄得大約29億港元嘅綜合盈餘。有錢自然好辦事，既然庫房多咗錢，社會上要求派雙糧嘅呼聲咁高，政府今次真係聽咗民意，落實咗發放額外1個月嘅津貼。講到具體加幅，大家要記住 2.2% 呢個數字。政府已經根據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決定將綜援、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即係生果金，仲有傷殘津貼嘅金額全部上調。雖然 2.2% 聽落去好似唔係好多，但係積少成多，同埋最緊要係呢個加幅係追溯嘅。咩意思呢？即係話呢個加幅其實係由2026年2月1日就開始生效。如果你2月同3月領取嘅仲係舊價，唔使驚，政府遲啲會一次過補返個差額俾你。我哋具體啲睇下長者生活津貼，喺2025年嘅時候，長生津嘅金額大約係4250蚊左右。經過呢次 2.2% 嘅調整之後，2026年嘅新金額會增加大約95蚊，變成每個月4345蚊。老友記你諗下，每個月多咗近100蚊，雖然買唔到咩大禮，但係每日飲多2餐茶，買多斤靚菜，個心都踏實啲。如果加埋我啱啱講嗰個雙糧措施，即係話你可以額外攞到多1個月嘅津貼，呢度就已經係4300幾蚊啦。加埋原本嗰個月你戶口就會有成8600幾蚊進賬，真係過年都冇咁開心。咁大家最關心嘅問題嚟啦，究竟幾時過戶？呢份新長者生活津貼同埋雙糧，預計會喺邊個月見到？根據過往經驗，同埋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嘅進度，雖然預算案係2月底公布，但係立法會財委會需要時間審批。通常呢類一次性嘅額外撥款，會喺預算案公布後嘅2至3個月內發放，所以大家可以預期，最快喺2026年嘅5月，或者最遲6月，嗰份雙糧就會同埋之前補返2月、3月、4月加幅嘅差額，一次過入你戶口。我建議各位老友記，5月份嘅時候要多啲留意銀行戶口，或者叫仔女幫手睇下，因為嗰個月入賬嘅金額會比平時多出好多。講返庫房收入呢部分，點解我要強調呢點？因為呢個直接影響到未來幾年福利金會唔會繼續加。2026至2027年度，政府預計經營賬目會持續有盈餘，達到500幾億港元。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信號，代表香港經濟真係復甦緊。政府雖然話要節省經常開支2%咁減，但係佢哋寫到明唔會影響綜援同公共福利金。呢句說話真係俾咗大家一顆定心丸，即係話無論政府點樣縮減部門開支，老友記份糧係喐唔到嘅，甚至會隨住通脹繼續調整。再講下生果金，即係高齡津貼，對於嗰啲70歲以上唔想做資產入息審查嘅老友記，生果金都有一樣嘅加幅。2025年嘅生果金大約係1620蚊，加咗 2.2% 之後，2026年會變成大約1655蚊。雖然金額無長生津咁多，但係同樣有雙糧攞，即係話到時過數嗰個月，你會收到3300幾蚊。對於好多老友記嚟講，呢筆錢可以用嚟換部新電話，或者同孫仔孫女去食餐好嘅，都係一份好心意。我知道好多朋友會問，點解今年唔係派錢派1萬幾千，而係派福利金雙糧？其實呢度有個邏輯，政府覺得比起全民派錢，將資源集中喺需要幫助嘅基層同埋長者身上，更加符合精準扶貧嘅原則。而且而家香港進入高齡化社會，2026、2027年嘅長者人口比例會再創新高，政府撥款6000萬去推展青年交流，
又撥成億幾蚊去增加康復服務名額，仲有增加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到7000張，社區照顧服務券到16000張，呢啲全部都係錢。所以雖然無全民派錢，但係喺福利制度上嘅投入，其實係變相幫大家減輕咗醫療同照顧嘅負擔。仲有一點好值得大家留意，如果你係住喺大灣區養老嘅老友記，2026年嘅福利政策都有好大進步。而家參與廣東計劃或者福建計劃嘅長者，政府已經可以將啲錢直接匯入你喺內地指定嘅銀行戶口，唔使再好似以前咁要返香港拎，或者託人帶上去。而且喺廣東計劃下，政府仲推行咗醫療補貼試行安排，每人每年門診費用補貼上限有成1萬蚊人民幣，住院更有3萬蚊人民幣。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打算上去退休，或者已經喺上面住緊，記得話俾佢哋聽，2026年2月開始，佢哋份津貼一樣加咗，一樣有雙糧攞。講到呢度，我想同大家分析下個雙糧應唔應該派嘅爭議。其實喺預算案公布之前，社會上都有兩種聲，一種話庫房雖然轉虧為盈，但係財政儲備仲係得6500幾億，唔算非常充裕，應該留返啲錢做基建，例如北都發展。但係另一種聲，亦都係我哋基層最切實嘅體會，就係物價真係貴咗好。雖然通脹率話係2%左右，但係大家去街市買嘢，去餐廳食飯，感覺絕對唔止加咗咁少。所以政府最終決定派雙糧，其實係一種政治姿態，亦都係一種民生補償。既然2026年政府發債所得嘅資金係用嚟做基建，唔係用嚟找經常開支嘅數，咁樣攞少少盈餘出嚟令老友記開心下，我覺得絕對係明智之舉。大家亦都要注意一下申請資格嘅變動，雖然金額加咗，但係長者生活津貼嘅入息同資產限額每年都會根據物價水平稍為調整。如果你之前因為資產啱啱好過咗界而申請唔到，2026年可能係一個契機。隨住限額嘅放寬，你可以重新計算一下自己嘅資產，睇下係咪已經落返入個合資格範圍入面。記住，福利係你應得嘅權利，唔好因為覺得麻煩就唔去申請。總結一下，2026年初嘅呢份大禮包，重點有3個。第一，所有福利金由2月1日起追數加2.2%。第二，長者生活津貼、生果金、綜援通通有雙糧，預計5月至6月過數。第三，庫房收入穩健，大家唔使擔心福利會被削減。大家聽完之後，係咪覺得個心定咗好多？2026年雖然挑戰仲有好多，但係見到政府喺財政轉好嘅時候，第一時間諗起長者嘅福利，點都係一件值得鼓舞嘅事。我會繼續幫大家留意住政府公布，一旦立法會財委會正式拍板過數嗰個確切日子，我會第一時間喺度同大家報告。如果你身邊有老友記仲未清楚呢啲消息，或者仲係度估下今年有冇雙糧攞，記得將呢段內容分享俾佢哋聽。最近呢幾日，大家行到邊，坐低飲茶或者搭地鐵，討論嘅話題嚟嚟去去都係嗰個，到底嚟緊呢份財政預算案，政府仲有冇糖派啊？係咪真係好似啲傳媒放風咁講，大家又可以執返幾千蚊消費券？定係好似啲所謂知情人士話齋，政府個庫房已經填到見底，唔單止冇糖派，直頭仲要喺我哋袋入面拎返轉頭。講真，每年到咗呢個時候，大家嘅心情就好似等緊放榜咁，又期待又驚受傷害。但我今日要同大家拆解一下，呢啲所謂嘅傳媒放風，背後到底係咩劇本？最重要係，當有記者問到政府會唔會考慮全民派錢嚟刺激經濟嘅時候，政府官員嗰3個字嘅回應，簡直係圈重點中嘅重點。嗰3個字聽落去好簡單，但入面藏住嘅信息量，分分鐘係未來幾年香港人要面對嘅經濟寒冬。首先，我哋要搞清楚一個現實，而家係2026年，唔係以前嗰啲年年盈餘幾千億嘅黃金時代。如果你仲幻想緊政府會好似2021年或者2022年咁，闊綽到每人派5000、1萬蚊消費券，咁我建議你先聽完我今日嘅分析，清醒一下。點解我咁講？
大家睇返啲傳媒放風嘅節奏，通常係咁嘅，先係有啲報紙頭條話據悉政府正研究縮減派糖規模，跟住又有一啲政黨跳出嚟叫政府精準扶貧。呢啲唔係空穴來風，而係政府喺度試緊大家嘅底線。而家政府面對緊嘅係一個好大嘅難題，就係財政赤字。2024至2025年度嘅赤字數字大到嚇死人，差唔多係1000億。去到2026年，雖然話經濟好似有啲起色，但庫房嘅儲備已經由高峰期嘅11000億跌到得返6000幾億。呢個數字聽落好似仲有好多，但你要諗下，香港每個月嘅政府開支係幾多？6000億，其實只係夠政府撐10個月到。當傳媒追問財政司長到底會唔會全民派錢嘅時候，佢哋俾出嚟嘅嗰3個字回應就係冇可能。呢3個字真係夠晒決絕，亦都反映咗現實。點解冇可能？因為政府而家嘅策略係量入為出。喺官場嘅邏輯入面，以前派錢係因為有疫情，係特殊時期嘅特殊手段。而家既然話社會已經全面復常，再派錢就冇咗嗰個名正言順嘅理由。但係市民嘅感受係點樣呢？呢2年大家感受到嘅係物價加、租金加、電費加、水費加，連去2餸飯執餐都要加多2蚊。雖然話2026年嘅通脹率好似維持喺2.點幾，但實際生活成本嘅升幅，普通市民心知肚明。政府話冇錢派，但另一邊廂，我哋見到啲大型基建工程，例如北部都會區、交椅洲人工島，啲錢係幾百億咁掟落去。呢度就係市民最唔平衡嘅地方。你話冇錢派糖，但係有錢起橋起路。傳媒最近放風話，今年嘅糖會變得好稅，以前可能會有退稅上限1萬蚊，而家可能減到3000蚊，甚至得返1000蚊。差餉補貼可能得返1-2季。最慘嘅係嗰啲基層家庭，電費補貼或者額外1個月嘅糧箱糧，今年分分鐘會變成半糧。呢啲消息傳出嚟，其實係想俾市民一個心理準備，話俾大家聽，唔好期望太高。我哋再深入睇下，政府點解咁口硬？原來喺2025年嘅時候，政府已經發咗好多債。係啊，香港而家要靠借錢嚟維持開支。2026年初，政府又話要發幾百億嘅零售債券，美其名係俾市民參與基建投資，但實際上大家都知係因為庫房唔夠現金流。喺咁嘅財政狀況之下，如果要政府再拎出幾百億嚟全民派錢，除非個官唔想做，否則呢張支票真係開唔出。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問，既然唔派錢，咁政府點樣刺激消費？傳媒放風話，政府會轉向搞盛事經濟。2026年，香港號稱要搞100幾十場盛事，由演唱會到國際級體育比賽，想靠遊客嚟帶動經濟。但係，如果你問下喺尖沙咀或者旺角做生意嘅老細，佢哋會話你聽，而家嘅遊客消費模式變晒啦。以前係買名牌、買金，而家係喺麥當勞度影張相，去茶餐廳食個菠蘿油就走。呢種特種兵式旅遊對稅收嘅貢獻真係有限，所以政府面對嘅係一個結構性嘅矛盾。一方面係收入減少，地價收入跌到20年嚟嘅新低，印花稅收入又因為股市低迷而唔見咗一大截。另一方面，醫療、福利開支因為人口老化，每年都係呈幾何級數咁升。喺呢個夾縫入面，政府嘅回應只能夠係冇可能派錢。其實香港人好簡單，唔係話一定要政府讓，但係大家希望見到嘅係公平。當政府話要加煙草稅、加博彩稅，甚至研究緊要唔要加水費嘅時候，市民會問：點解我哋生活咁艱難，政府仲要喺我哋身上刮多幾浸？特別係中產人士，交稅交最多，但係福利最少。每年嘅預算案，中產最期待嘅就係退稅。如果連呢粒唯一嘅糖都冇埋，或者縮到變咗粒沙粉，嗰種怨氣真係唔講得笑。傳媒仲放咗一個風，話政府可能會增加一啲隱形稅項，例如提高一啲政府服務嘅收費，由車輛牌費到商業登記費。雖然呢啲數字對比起全民派錢嘅開支係小巫見大巫，
但對做小生意嘅人嚟講，真係雪上加霜。2026年嘅營商環境雖然話係復常，但係面對住深圳嘅競爭，香港嘅餐飲同零售業真係捱得好辛苦。大家星期六日去邊？全部上晒去羅湖、福田、南山啦。人哋物價低，服務好。香港如果仲唔喺預算案入面俾啲實質嘅支援，單靠口號係救唔到市嘅。咁到底政府嗰3個字冇可能背後，仲有冇回旋空間？有人分析話，雖然全民派錢冇可能，但定向派糖仲係有機會嘅。例如針對特定行業嘅補貼，或者針對低收入家庭嘅一次性津貼。但係咁樣做，往往會引起社會更多爭論。點解佢有我冇？點解要設資產審查？搞得嚟嗰啲行政手續費都去咗一大截。我哋回望返2011年，當年曾俊華司長本來唔想派錢，結果因為民怨沸騰，最後臨陣磨槍，決定每人派6000蚊。嗰次係香港歷史上第一次全民派錢。當時嘅財政儲備係幾多？係6000億左右。咦，同而家差唔多喎。但係點解當年得，而家唔得？因為當年政府冇赤字，而且預期未來收入會增加。而家呢？2026年嘅香港面對緊嘅係地緣政治壓力、利息高企，同埋周邊城市嘅全方位競爭。政府睇嘅係未來10年嘅賬簿，發覺如果再咁派發，香港個老本好快會輸光。講到稅收，大家仲要留意一個趨勢。政府最近成日提住要開拓稅源，傳媒放風話，雖然短期內唔會搞銷售稅，但係會唔會引入一啲環保稅或者奢侈品稅？呢啲都係懸喺香港人頭上嘅利劍。喺預算案公布前夕，呢啲風聲其實係想測試下公眾嘅反對程度有幾大。如果你問我，2026年呢份預算案最令人擔心嘅係乜？我覺得唔係冇錢派，而係政府失去咗方向感。當派錢成為咗唯一可以平息民憤嘅工具，而呢個工具而家又唔用得嘅時候，政府仲有咩牌可以打？傳媒放風話要發展低空經濟、AI 產業，呢啲聽落去好高大上，但對住一個啱啱被加咗稅、生活緊巴巴嘅市民嚟講，真係太過遙遠。大家仲記得2025年嗰份預算案嗎？當時財政司長話要減赤，結果1年過去，赤字好似冇乜點縮減。2026年，政府嘅口風變得更緊，嗰句冇可能，其實係一種宣告，香港嘅福利主義苗頭要被合適啦。以後大家要習慣，政府唔會再輕易做嗰個散財童子。但係另一個問題又嚟啦，如果政府唔派錢，又唔減稅，咁收埋咁多錢做乜？係咪真係全部攞去起嗰啲可能要幾十年先至回本嘅大基建？市民會唔會覺得自己嘅血汗錢被攞去賭一個唔確定嘅未來？呢個先係呢份預算案背後最深層次嘅矛盾。其實我哋可以睇下其他國家或者城市係點做。新加坡喺財政赤字嘅時候，雖然都會加稅，但係佢哋對基層同中產嘅補貼係非常精準嘅。香港而家俾人嘅感覺係加費就全民一齊加，但派糖就精準到得返幾個人攞到。傳媒放風嘅內容，往往係在位者嘅心理投射。佢哋覺得，只要大家接受咗冇錢派呢個設定，到時預算案公布，就算只係退稅幾千蚊，大家都會覺得執到啦。呢種心理預期管理，政府玩得好熟。講到呢度，我想同大家計一條數。2026年香港嘅人口大約係750萬人，如果每人派3000蚊，總開支係225億。對比起幾千億嘅基建開支，200幾億真係好多咩？其實唔係，但政府睇嘅係先例。一旦今年派咗，明年呢？後年呢？佢哋驚嘅係市民養成咗有事揾政府，年年攞支票嘅習慣。但問題係，市民點解會有呢種習慣？仲唔係因為前幾年政府自己帶頭咁樣做？所以，當你聽到傳媒放風話有糖派，或者政府回應話冇可能嘅時候，唔好只係睇嗰個數字，你要睇嘅係政府嘅財政哲學係咪變咗？以前係藏富於民，而家好似變咗係藏富於基建。呢種轉變對香港長遠競爭力係好係衰，
而家仲未有人知。但對普通市民嚟講，2026年呢份預算案好大機會係近年最寒酸嘅一份。大家仲要留意一點，就係2026年嘅全球經濟環境。美國嗰邊雖然話減息，但係速度好慢，利息高企令到政府嘅借貸成本都高咗，加上人民幣匯率嘅波動，香港作為中轉站嘅角色受到挑戰。呢啲因素全部都係財政司長喺寫預算案嘅時候會攞嚟做冇錢派嘅擋箭牌。我哋再睇下香港嘅儲備概念。香港人一向覺得有錢喺袋先至穩陣，但政府而家嘅思維係錢要攞去投資，但投資有賺有蝕。如果北部都會區最後變成鬼城，或者交椅洲人工島因為海平面上升而要增加維護費，咁呢啲錢就係賭錢入大海。相比之下，將錢直接派俾市民消費，起碼可以即時帶動零售、餐飲業，呢種乘數效應其實先係最直接、最幫到手嘅。可惜喺官僚嘅眼中，呢種做法太簡單粗暴，顯唔出佢哋嘅宏觀規劃能力。傳媒放風入面仲有一條值得關注嘅，就係關於人才計劃。政府2026年可能會加碼撥款吸引人才，大家又要諗下，如果政府寧願使錢去吸納新來港人士，都唔願意喺預算案入面減輕本地土生土長香港人嘅負擔，社會嘅心理平衡點會點樣擺？呢種矛盾喺嚟緊呢份預算案公布之後，好大機會會被放大。講反嗰3個字冇可能。其實呢個回應入面仲有一陣酸溜溜嘅味道，因為政府內部分析，就算派咗錢，香港人而家嘅習慣係點？係攞住嗰3-5千蚊，即刻去咗日本旅行，或者返咗深圳食海底撈，錢根本留唔喺香港。既然派咗都救唔到本地消費，政府自然就覺得派嚟都嘥氣。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嘅悲劇。香港嘅零售環境吸引唔到香港人自己消費，導致政府更有理由唔派錢，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所以我哋預期2026年嘅預算案會係一份充滿藉口嘅預算案。佢會話你聽世界幾咁亂，利息幾咁高，赤字幾咁嚴重，然後佢會俾你一啲微不足道嘅折扣，例如繼續寬減100%嘅薪俸稅，但上限可能只有3000蚊。對一個月入3-4萬嘅中產嚟講，呢3000蚊可能只係夠交一期保險，或者買2張去日本嘅廉航機票，仲要唔包行李。大家喺睇預算案嘅時候，亦都要留意啲稅階有冇調整。呢幾年通脹雖然唔算高，但係累計落嚟都唔少。如果稅階唔跟住上調，其實就係變相加稅。呢種隱形加稅手法，比起直接宣布加稅率更陰險。傳媒放風通常唔會提呢啲技術性細節，但呢啲先係影響你每個月荷包嘅關鍵。另外，房屋問題依然係重中之重。雖然話撤辣之後樓市好似穩咗一陣，但2026年嘅樓市依然係半生不死。政府會唔會喺預算案入面再出招，或者會唔會增加首置人士嘅印花稅優惠？如果政府想救市，呢啲係佢哋唯一可以做嘅堂。但對好多已經上咗車，日日供緊高息供款嘅業主嚟講，佢哋更想要嘅可能係供樓利息扣稅上限可以加碼。可惜喺冇錢嘅大前提下，呢啲願望好大機會又係落空。我哋再講講社會福利。2026年老人家嘅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會唔會因為財政緊絀而凍結升幅？傳媒放風話，政府正研究緊將一啲福利資產化或者標籤化，即係話，如果你有自住物業，可能就攞唔足一啲補貼。呢種做法係為咗節省開支，但對一班有樓但冇現金嘅長者嚟講，簡直係噩夢。其實一份好的預算案唔係單純講派幾多錢，而係要俾到市民信心。而家香港人最欠缺嘅就係信心。當政府對全民派錢嘅回應係咁決絕嘅冇可能時，市民感受到嘅係一種被遺棄感。政府好似只係關心大型數據，關心基建進度，關心吸納咗幾多新人才，而忽略咗喺呢個城市生活緊、工作緊、交緊稅嘅普通市民。2026年嘅香港正處於一個轉型期，以前嘅成功方程式好似失效咗，新嘅方向仲摸索緊。
預算案作為一年一度嘅財政藍圖，如果只係識得喺個糖罐入面左扣右扣，而冇提出點樣真正增加市民收入，點樣降低營商成本，咁呢份預算案注定係失敗嘅。傳媒放風仲提到，政府可能會喺預算案入面大搞綠色金融，呢個名詞好動聽，但同一般市民有乜關係？難道我哋去買餸可以用綠色積分咩？市民想要嘅係實實在在嘅減負，例如巴士、地鐵年年加價，政府可唔可以加碼公共交通費用補貼？呢種係最直接、最能減輕基層負擔嘅糖。如果連呢啲都唔肯做，淨係識得講冇可能派錢，咁民怨只會越積越深。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觀察，喺2026年初，我見到好多小店都悄悄換咗餐牌，價格又加咗5%到10%。問老闆點解，佢哋話唔單止係租金，係連洗碗工嘅人工都升到去咗2萬幾蚊，仲要請唔到人。喺呢種成本結構下，如果政府唔喺預算案入面提供一啲中小企支援，例如電費補貼或者保險補貼，好多街坊小店可能捱唔過2026年嘅上半年。當街頭巷尾都變成咗連鎖店，呢個城市嘅生命力就會慢慢枯萎。所以我哋睇預算案，唔好只係睇有冇錢入戶口，要睇嘅係政府對呢個城市嘅人仲有冇溫度。如果傳媒放風嘅內容全部都係圍繞住點樣慳錢、點樣加費，咁大家真係要自求多福。嗰句冇可能，唔單止係講派錢，可能仲隱含住冇可能維持以前嘅生活水準。我哋仲要關注一啲被忽略嘅社群，例如青年人，佢哋嘅起薪點雖然好似高咗，但面對住高樓價同高生活成本，佢哋對未來嘅希望係點？政府會唔會喺預算案入面增加青年發展基金？定係又係嗰句冇可能？如果一個城市嘅後生仔都覺得冇前途，咁起幾多北部都會區都冇用。講到尾，財政預算案其實係一場政治博弈。政府透過傳媒放風，觀察公眾反應；政黨透過叫價，爭取選民支持。但最終受影響嘅，始終係你同我呢啲每日努力工作嘅香港人。2026年，我哋唔需要政府派幾多粒假糖，我哋需要嘅係一個公平嘅稅制，一個合理嘅福利制度，同埋一個睇得到希望嘅經濟發展藍圖。如果財政司司長真係喺2026年2月尾嗰日，企喺立法會度講出一份完全冇驚喜，甚至係攞錢多過派錢嘅預算案，大家唔好覺得意外，因為呢一切已經喺傳媒嘅放風同官員嘅3字回應入面寫好咗劇本。我建議大家喺預算案公布之前，先檢視一下自己嘅財務狀況，唔好寄望政府嗰幾千蚊可以救你一命。喺2026年呢個變幻莫測嘅年代，唯有裝備好自己，開拓自己嘅收入來源，先係最穩陣嘅派糖。政府話冇可能，我哋就要自己創造可能。最後，我想講嘅係，雖然傳媒放風話冇糖派，但大家亦都唔使太過悲觀。香港人嘅韌性係好強嘅，我哋經歷過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經歷過2008年的金融海嘯，亦都經歷過2020年的疫情。每一次，我哋都係靠自己打拼返嚟。政府派唔派錢，其實係其次，最重要係呢個城市仲有冇活力，俾我哋去創造財富。嚟緊呢幾日，大家繼續留意新聞，睇下政府仲會唔會有新嘅風聲放出來。有時候，政府會因為社會壓力大，而喺最後一刻加入一啲小恩小惠。但記住，呢啲都只係止痛藥，唔係補藥。真正要解決香港嘅問題，需要嘅係更深層次嘅改革。如果你問我最希望喺預算案見到乜？我唔要嗰幾千蚊，我希望見到政府宣布大幅削減官僚開支，將啲錢真正用落醫療同教育度。我希望見到政府對小生意人有更多嘅稅務優惠，而唔係淨係補貼大財團。呢啲先至係真正嘅派糖。2026年對香港嚟講係關鍵嘅一年，財政預算案會係一個分水嶺，話俾大家聽呢個政府到底係想與民共富，定係與民爭利。大家拭目以待，睇下到時個司長會唔會又有啲咩新嘅金句出嚟。但無論如何，守住自己個荷包，喺呢個冇可能嘅時代，
活出自己嘅可能，呢個先係最重要嘅。大家要明白，政府嘅放風其實係一種溝通策略。如果佢一開始就話乜都冇，到時公佈嘅時候大家會好反感。但如果佢先話可能要加稅，可能冇錢派，到時最後公佈話唔加稅，退稅3000，市民反而會覺得好過冇。呢種期望管理係政府官員必修嘅課程，所以聽到冇可能嘅時候，我哋要冷靜分析，唔好被帶節奏。總括嚟講，2026年的財政預算案關鍵詞將會係縮水、加費同埋大基建，大家要有心理準備。以前嗰種大花筒式嘅派糖已經隨住儲備嘅下降而成為歷史，以後我哋要面對嘅係一個更加現實，甚至係有啲冷酷嘅財政環境。但係，正如我頭先所講，香港人最叻就係喺有限嘅空間入面揾到生存之道。就算政府唔派糖，我哋都可以靠自己喺呢個充滿挑戰嘅2026年繼續發光發熱。聽完今日嘅分析，你係咪對嚟緊份預算案心入面有咗個底？唔好再被啲標題黨誤導，要睇清背後嘅數據同邏輯。你仲記唔記得幾年前我哋仲講緊點樣投資收租，點樣財富自由？但係嚟到2026年初呢個時間點，行喺中環或者尖沙咀嘅街頭，你可能會發現空氣入面多咗一種好難形容嘅壓抑感。以前呢個時間，啲寫字樓嘅人應該係衝緊去開會，或者係諗緊攞完花紅去邊度旅行。但係而家，如果你下晝2、3點去老牌咖啡室坐下，你會見到好多着住名牌西裝，望落4張嘢甚至5張幾嘢嘅中年人，一個人對住部電腦，唔係喺度處理緊幾百萬嘅生意，而係喺度不停咁重新整理緊求職網。呢種畫面其實就係2026年香港經濟最真實嘅寫照。如果你係嗰啲40至50幾歲，屋企又要供樓又要養仔女嘅中堅分子，今日呢段片你一定要由頭聽落尾。因為我唔單止會同你拆解點解而家連專業人士都突然間集體失業，仲會話俾你聽，萬一不幸遇到呢個浪，你嗰份中年失業津貼到底點樣先至攞到最盡，同埋點樣去睇穿嗰啲新盤交樓背後隱藏嘅爆煲信號。我哋唔講廢話，直接入正題。我哋先講下一個好離奇嘅現象，亦都係好多人唔敢面對嘅真相。以前我哋講失業，通常都係講緊基層，或者係啲體力勞動嘅工種，但係喺過去呢半年，即係2025年底到2026年初呢段時間，有一個界別嘅失業率係呈直線式上升，甚至可以用暴升嚟形容。嗰個就係以前大家最葡萄嘅專業界別。大家有冇留意到，最近身邊啲做會計師、法律顧問，甚至係啲銀行中層嘅朋友，突然間多咗好多人去行山，去飲下午茶。佢哋唔係提早退休啊，而係被退休。點解會咁？其實道理好簡單，但係好殘酷。隨住2024年、2025年好多大型嘅項目停滯不前，加上 AI 人工智能技術喺呢2年嘅爆發性應用，好多以前要靠幾十個專業人士去做嘅盡職審查、合規報告，而家電腦幾分鐘就搞掂。啲老細發現，與其每個月出10萬8萬糧養住個中產，不如 cut 咗佢換成系統。最恐怖嘅係，呢班專業人士通常都係喺2019、2020年嗰陣高位入市買咗樓，每個月供款5-6萬係閒事。呢種專業失業潮直接導致咗一個結果，中產購買力蒸發，進而令到本來已經好脆弱嘅房地產市場更加雪上加霜。講到房地產，呢排如果你有留意啲新盤交樓嘅新聞，你應該會覺得好奇怪。點解以前啲知名發展商交樓質素就算唔係滿分都起碼有80分，但係最近呢1-2年啲新盤業主一收樓入到去，竟然發現漏水、牆身裂口，甚至連個窗都閂唔埋。呢啲唔係個別案例啊，而係一場經濟連環冧檔嘅前奏。點解會搞成咁？因為發展商真係冇錢啦。你要明白，一個地產項目由買地到起好，中間要隔好多年。好多而家2026年交樓嘅盤，係喺2021年、2022年地價仲係好貴，利息啱啱開始升嗰陣開工嘅。點知呢幾年融資成本貴咗咁多，樓價又跌咗咁多，
發展商嘅現金流已經乾晒。我聽過一個業內人士講，有啲知名大發展商表面上好似仲好風光，但其實私底下已經同啲承建商、裝修公司講緊數，甚至係拖緊數。當承建商收唔到錢，佢哋自然就用啲最劣質嘅料，或者趕工快手交差。所以你見到嗰啲新盤交樓醜聞，其實係發展商臨近爆煲嘅求救信號。佢哋唔係想整臭自己個名，而係真係無米落鑊。如果你手頭上仲持有呢啲發展商嘅股份，或者正打算買佢哋嘅一手盤，你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睇清楚佢哋嘅債務槓桿係咪已經去到一個爆破點。好啦，講到呢度，可能你會覺得好灰，覺得個市好差，但係生活總要過。萬一你真係喺呢波浪潮入面成為咗中年失業嘅一份子，你最緊要係冷靜落嚟，先去諗下點樣攞返啲應該屬於你嘅支援。好多香港人都有種中產傲慢，覺得去申請津貼好醜，但我同你講，喺2026呢個環境下，生存先係王道。目前喺香港，針對中年失業或者再就業，其實有幾項津貼係好多人都會忽略嘅。最直接嗰個係勞工處喺2024年推出，到而家2026年仲優化緊嘅再就業津貼試行計劃。呢個計劃係針對40歲或以上，連續失業3個月或以上嘅香港永久居民。如果你揾到一份全職工作，做得滿3個月，政府會發放1萬蚊津貼。如果你做滿6個月，再俾多1萬蚊你。即係話，如果你肯放低身段重新出發，政府最多會俾2萬蚊津貼你。